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18號。隨住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，市場對於央行政策利率嘅預期都出現咗重大轉變。今個星期，多間主要央行將會舉行議息會議，油價上升為通脹帶嚟上行風險，同時亦都威脅到經濟增長，令到央行制定貨幣政策嘅時候陷入兩難。市場已經大幅調整利率預期，原先預計聯儲局會作多次減息，現時市場預期減息嘅次數將會大幅減少，而歐洲嘅加息預期就再次升溫。值得留意嘅係，自上年12月以嚟，能源股嘅表現強勢，但係隨住油價因為中東嘅衝突而飆升，我哋嘅分析顯示，無論從邊個指標睇，能源股嘅估值都已經係偏高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即使股價急升，市場分析師只係輕微上調能源公司嘅盈利預測，反映咗市場對於未來供需基本面嘅不確定性感到憂慮。所以我哋認為可以留意能源股板塊嘅獲利平倉機會。總括嚟講，市場短期對於衝突緩和持樂觀態度，但係情況可能會瞬息萬變。喺當前嘅環境之下，我哋應該建議投資者應專注喺長期有紀錄嘅倉位部署，而唔係試圖捕捉短期嘅市況波動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